报道，讲起充满氧气嘅事物，要看各种保庇嘅动议。佢哋开开嘅那一片沙嘅咖喱比海航，没有错报道，专门 BTQ 制作当到珍贵嘅保庇，对于普遍器、保护器、多汉字器，也得土地就会做得sản xuất本人巧到不行的苦东西。我讲係雷鬼鵝，係雷鬼鵝啦！佢一種人是牙買加嘅經典曲譜，因為老客家人有乜嘅關聯咯？19世紀末嘅法國出洋老師，佢其中一條嘅發言輾轉，來到為本英國出名嘅報道牙買加，第一篇就可以形成法。當然，也其中有一客家朋友追到，佢也去報道，當然我要報道嘅鐵石便利商店。牙買加早期嘅四雜貨店，差唔多都會發現開嘅，做啲技師嘅技術服務，換到啲朋友好喜歡啊！Vincent 係牙買加嘅客家電台，不過 Vincent 冇開雜貨店 ，Vincent 好搞唱片。佢嘅工作就會嚟到香港各酒吧，揾店裝幾度行嘅胡搞唱片。當時嘅唱片買下來，一般都會獲聽。不過有上場精神嘅 Vincent，三毛安尼想，見到唱片種下數起來，佢建唱片行，提莫 CD、MP3 留 YouTube 嘅電台，上堂音樂，差唔多嚟賣唱片，胡搞唱片賣到隻隻啊！要成功嘅鐵鋪 ，Vincent 都有興趣開始做音樂製作人。1962年，牙買加全面變獨立 ，Vincent 老有名嘅歌手合作，製作一首 Independent Jamaica，現代獨立潮，見來見出名嚟。後面第自家唱片行留打，佢一間17 Studio， 當家嘅神秘當地天下拍嘅七部件，係留影色啦。各種前瞻嘅潮音樂人都黐住第一片，賣唱片、有唱片，叫阿 fit 做音樂。我希望言談，鼓掌喲！小周高數，現在一路順手起來 ，maybe 個路人就會入去王牌製造人咯。發揮才華，佢當出無限創意，雷鬼鵝就睇安樣巧到不行嘅人台誕生咧。Vincent 嘅17 Studio 已變到雷鬼早期嘅搖籃，當到天王幾位高數都係第一片創作哦。唔單唱 Vincent，牙買加音樂片，還有其他本嘅客家字體，像見啲潮差派影響內通嘅影響大王湯王。聽說雷鬼傳奇 Bob Marley 製作天裝傳説嘅 Leslie Kong， 一群客家人叫下參與咖喱比海音樂嘅黃金歲月。唔過美好嘅時光仲係過得特別嘅。1970年代開始，牙買加正式經濟問題一粒條啦，20日台。1980年代嘅總理選舉，甚至發生咗超過700萬人死亡嘅大衝突。佢到成塊案件，多多發現在被行動嘅立場，而 Vincent 家族一老幾下對嘅音樂事業帶到去紐約，創立咗新嘅音樂品牌 BP Records， 為雷鬼鵝行向全世界。喺台灣，當然講到客家音樂，就攞咗位波就出幾下隻標籤。不過音樂本來就無分族群、老馬嘅事，客家文化係充滿咗當到本意講起嘅風景，就像當年牙買加嘅客家朋友咁樣，未會想到雷鬼鵝嘅創作背後沒有一群客家人哦。客棧，哈哈哈！天，